夜王上映到而家只係10日，香港票房已經突破6000萬港幣。呢套戲仲係史上最快衝破5000萬嘅港產片，首週票房更加打破華語電影史上紀錄。黃子華同鄭秀文兩個主角當然係賣點，但今次夜王點解可以做到咁高票房、咁高討論度，散場之後仲係傾唔停？有一個因素係好多人都忽略咗，就係嗰班出色嘅配角。一套電影好唔好睇，主角係必要條件，但對電影有冇記憶點、有冇嘢傾，就要靠配角啦。今次夜王嘅配角陣容係近年香港電影難得用到嘅，人人有戲，人人有故事，有一炮而紅嘅新人，有捱咗10幾年先熬出頭嘅老實人，有肥妹仔逆轉變女神，亦有為咗一個偶像夢孤身由馬來西亞嚟香港打拼。佢哋嘅真實故事隨時唔差得過角色本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Emily， 歡迎返到八八卦卦。如果你哋係第一次接觸呢個頻道，請即刻撳個訂閱掣，開埋個鐘仔，咁樣就唔會錯過我哋每集都咁精彩嘅娛樂圈故事。今日我哋唔講主角，專講配角，5個人5個故事，我哋逐個拆解。睇完夜王，男女主角講過咩對白你未必記得，但有樣嘢你哋一定記得，就係葵芳。佢嗰把極度洗腦嘅鄉音，嗰個好似穿梭時空返咗去80年代嘅造型，加上佢無啦啦喺化妝間剃格勒底毛嘅爆笑演出，幾乎係成套戲最多人討論嘅亮點，連傳媒都直接封佢做夜王 MVP。但你又知唔知飾演葵芳嘅蔡慧琪其實係一個超級冷門嘅新人，冷門到喺夜王之前，全香港可能只得劇場界嘅人識得佢，普通觀眾連佢個名都未必聽過。佢嘅故事同好多普通後生仔女一樣，經歷過跌跌撞撞。95年出世嘅佢喺港島東區長大，自細就對表演好有熱誠，學過跳舞，甚至做過爵士舞同芭蕾舞導師。中學就讀筲箕灣官立中學。2014年畢業嗰陣，佢滿懷希望去考演藝學院，點知衰咗。換轉係其他人可能已經死心轉行，但係佢冇。佢自己講過，因為我讀書成績好差，感覺好似只得一條路，覺得表演最適合自己。就係因為呢份執着，佢決定去浸大電影學院讀多1年。到2015年再捲土重來，終於俾佢成功殺入演藝學院戲劇系。喺演藝學院讀書嗰幾年，佢完全展現咗表演嘅天分。佢唔單止有份去英國倫敦交流演出，甚至仲憑住舞台劇加數機攞過傑出演員獎，又拎埋迪士尼獎學金。但個世界好現實，唔係話你喺學校叻就一定一帆風順。2019年佢一畢業，滿心歡喜準備大展拳腳，點知世界等緊佢嘅唔係片約，而係疫情。疫情嗰陣，舞台劇演員可以話係最陰功嘅一群，因為台下根本唔俾有觀眾，佢連開飯都成問題。但 Cast 算係好彩，4出敲門之下入到中英劇團做全職駐團演員，一做就係6年，由音樂劇做到獨劇，百般武藝都練齊，默默咁磨練自己嘅演技。你可能會問，既然喺劇團有份安穩工作，點解佢會突然走去拍戲？原來上年係佢人生一個巨大轉捩點，佢嘅嫲嫲離世，失去咗呢位精神支柱之後，佢認真去諗過自己嘅前路，最後佢決定喺2025年6月離開劇團嘅舒適圈，以自由身出去闖蕩。做自由身演員一啲都唔易，冇底薪，冇保障。為咗支持自己嘅演藝夢想，保持生計，佢甚至要去咖啡店做兼職，同大家心目中光鮮亮麗嘅演員生活有好大距離。其實喺夜王之前，佢曾經喺毒舌大狀出現過，不過當時只係做一個無名無姓，連對白都冇嘅秘書，出場得個2秒鐘。講返夜王試鏡嗰日，當時副導演要求佢試演夜總會，公關小姐發姣，佢一開始係冇從入手，但佢臨場突然靈機一觸，不如我用林明禎口音啦。點知呢一招大馬女神腔一出，導演吳偉倫即場大感驚喜，唔單落實用佢，後期仲特登加重咗葵芳嘅戲份。至於葵芳嗰個令大家瘋狂 cap 圖嘅80年代復古造型，網民一開始估佢扮緊利智，點知蔡慧琪親自開估，原來化妝師當日係拎住82年港姐亞軍鄺美雲嘅舊相幫佢化妝，佢仲好搞笑咁話，化喺我面上產生咗另一種化學作用啫。
大家睇完套戲再去睇返佢真人嘅 IG， 原來佢真人係個充滿氣質嘅文青女神，連網民都忍唔住留言，最神奇係落妝後完全係另一個人，咁先至厲害。最令觀眾印象深刻嗰幕就係葵芳同歡哥嗰場交代身世戲。蔡慧琪話拍呢場之前佢緊張到爆，所以喺化妝間膽粗粗問子華神可唔可以對一次戲。排練緊嗰陣，導演突然走埋嚟睇，佢壓力飆升，情緒一到就當場爆喊。至於點解嗰場戲會喊得咁真，佢話嗰場戲某程度係令佢諗起啱啱過世嘅嫲嫲，所以先有嗰種失去至親嘅痛。佢甚至講過嗰場戲係嫲嫲幫咗佢，所以你見到嘅喊唔係投入到喊咁簡單，而係佢情緒撞正咗真實嘅經歷。由一個考演藝曾經失敗，畢業撞正疫情，要喺咖啡兼職追夢嘅舞台劇演員，到今日全港熱搜嘅 MVP 葵芳，呢個逆襲故事係咪好值得大家欣賞先？好啦，講完 MVP， 我哋要講下《夜王》入面演技最受影評人一致肯定嘅配角廖子妤。佢飾演媽媽生咪咪，係歡哥嘅情人，係一個無法取代正宮嘅替代品。呢種明知冇結果但又愛得深沉嘅情感 ，Fish 演得極有層次。不過佢真實嘅人生故事，分分鐘比呢段三角戀更加戲劇性。廖子妤係馬來西亞人，早喺讀書時期，佢已經開始做兼職模特兒同臨時演員。畢業之後，佢喺大馬做過剪接、助導、輔導，甚至連人哋嘅妹妹、公司八卦、同事呢類過鏡角色都接。聽落去好似渾渾噩噩，直到有日，發生咗一件改變佢一生嘅事。佢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睇黃子華嘅電視劇。有晚佢竟然發夢夢見子華神，醒咗之後佢覺得呢個係上天俾佢嘅信號，於是佢做咗一個喺外人眼中極度瘋狂嘅決定，我要去香港，我要同黃子華拍戲，就係為咗呢個追星夢。22歲嘅佢喺12年膽粗粗將履歷寄去亞洲各地嘅經理人公司，竟然香港真係有回音，於是佢就孤身一人飛咗過嚟。落地之後嗰段日子，絕對係佢人生最谷底嘅時候。佢靠住帶過嚟嘅2000幾蚊馬幣，同公司每星期預支嘅幾百蚊過活，等到啲錢差唔多用晒，窮到差啲要執行李返鄉下嗰陣，先終於等到第一份片約。不過機會唔會自己跌落嚟，真正令佢命運大逆轉嘅係2015年一部叫《同班同學》嘅電影。當時套戲公開招募演員，佢為咗爭取機會，竟然未經公司批准，自己私下發履歷去試鏡，結果真係俾佢入選咗。之後骨妹令佢首度獲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提名，梅艷芳更加令佢一舉奪得金像獎最佳女配角。入行10年嘅辛酸終於得到肯定。咁佢個子華夢最後點呢？講起上嚟真係好奇妙。有次首映禮，佢知子華神會嚟，原本大會安排游學修坐響子華隔籬，點知游學修臨時有事走咗，於是佢就毫不客氣，即刻坐過去。佢仲話自己當時一路用念力對住子華默念，我要同你拍戲，我要同你拍戲。結果念力真係有用，佢哋第一次合作係飯戲攻心，一個後生女竟然係客串做子華神嘅繼母，到毒舌大狀做死對頭，再到今次夜王，終於升級做情人，仲有埋親熱戲。連黃子華自己都話，圈入面都冇一個女演員會同我由母子做到仇人，再做情侶，最接近嘅已經係阮瓊丹。呢2年絕對係佢嘅豐收期，佢唔單止響夜王嘅演出大獲好評，更加憑住25年上映嘅電影《像我這樣的愛情》，首度榮封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女演員，仲入圍埋第44屆金像獎最佳女主角，真係左右手都係獎。有趣嘅係，佢啱啱接受訪問嗰陣自爆，原來佢細個放學日日都會對住古天樂張海報傾偈，古天樂先係佢多年嚟嘅暗戀對象。但講到尾，真正帶領佢事業起飛，甚至令佢漂洋過海嚟香港嘅，始終都係子華神，一個大馬女仔，為咗一個夢，最後唔單止追星成功，仲追到變咗金像獎級演員，真係令人佩服。講到夜王入面，你最討厭嘅角色，10個有9個都會答，一定係太子峰。呢個對住鄭秀文窮追猛打，自卑又自大，目中無人嘅戰爭富二代。不過飾演太子峰嘅盧鎮業喺現實中同富二代呢3個字完全沾唔上邊。盧鎮業1986年出世，城大創意媒體學院畢業，一出道佢其實係做幕後，包辦導演、編劇、攝影，去拍獨立短片。
但喺香港搞獨立電影有幾難？佢自己都話最窮嗰陣戶口得返100幾蚊，為咗維持生計，佢要一邊拍嘢一邊做兼職侍應，每星期返3、4日，有時仲要做燈光助手、機器助手，咁做法每個月收入都係得個幾千蚊。但命運就係咁神奇，一個窮到要靠做侍應吊命嘅文青導演，後來慢慢轉向幕前。2020年，佢憑叔叔入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，開始俾業界看見。23年更加憑年少日記首度擔正，一舉入圍金像獎最佳男主角。業界朋友都知佢好戲，但普羅大眾始終對佢個名都有啲陌生。直至夜王出現，佢終於真真正正咁彈起。佢將太子峰嗰種黑人憎演繹得入木三分。最搞笑係有眼利網民發現佢戲中嘅造型、氣場，甚至結局突然狂飆流利。越南話要發展越南市場嗰幕，竟然同現實中某位8億富三代中山好似到極。呢個話題喺網上引爆熱議，甚至連中山本人都親自上 Threads 回覆話：我 nice 好多，同埋我做咩都光明正大。入行咁多年，終於靠一個人見人憎角色，先令全港人記住佢，真係孤立唔到。仲有一個幕後花絮，現實生活中嘅盧鎮業係一個好溫柔、好低調嘅人，同太子峰嘅形象南轅北轍。而佢嘅女朋友，正正就係頭先講完喺夜王飾演咪咪嘅廖子妤。兩個人喺2015年拍獨立電影識得，拍拖咁多年一直都彼此扶持。估唔到一對恩愛嘅演員情侶，今次喺夜王入面竟然係死對頭。之前喺首映禮受訪嗰陣，盧鎮業俾記者問到戲入面對住邊個女仔眼金金，佢即刻求生欲爆棚，喺女朋友面前淡定咁答：戲入面角色梗係對住 Coco 王丹妮啦。而廖子妤喺戲入面唔單止要同黃子華有親熱戲，仲要大方咁接受男朋友同王丹妮親熱。呢對影壇金童玉女為咗部戲真係豁咗出去。一個捱過10年窮困日子嘅全才演員，今日終於憑住戰爭角色吐氣揚眉。香港電影圈原來真係仲有好多呢種默默耕耘，值得大家認識嘅好演員。講完幾位彈起嘅配角，就要講下今次夜王入面另一位討論度極高，但討論方向完全唔同嘅演員楊思穎。大家都知佢係毒舌大狀元班人馬之一，今次喺夜王飾演武小姐煲煲。消息未出之前，好多男觀眾已經擔定凳仔，期待佢出場。皆因大家都知佢身材出眾，被封為巨咪陳妍希。加上今次係做夜總會小姐，大家以為終於可以見到佢更大膽、更性感嘅演出。93年出世嘅楊思穎，本身係香港女子排球乙組聯賽球隊匯清嘅球員，係個名副其實嘅運動健將。佢讀城大創意媒體系，畢業後原本係做寫作，點知2015年因為一個賺外快嘅機會，做咗 JW 矛盾一生 MV 女主角，甜美外表令佢一炮而紅，從此踏上演員之路。加入 YOTV 初期，佢可以話係揾命搏。16年佢為咗拍綜藝節目 Steven 加入人手力發動嘅飛行比賽，結果飛機起飛時出意外跌落水，佢仲一度短暫失憶，要急送入院。呢份拼勁令佢日後獲得唔少演出機會，拍過鬼探、身後事務所、嘆息橋，一直被封為 ViuTV 嘅上位小花。事業起飛之餘，佢嘅感情生活亦都好有話題。2019年，佢同 TVB 小生張振朗喺日本東京以情侶裝造型被網民踢爆。雖然兩人分別效力 ViuTV 同 TVB 兩間公司，但張振朗返港後罕有地高調認愛，仲大讚楊思穎好有內涵，希望大家唔好淨係睇佢外表。兩人拍拖至今，感情非常穩定，甚至有傳已經喺深井捉愛巢，同居試婚。其實佢一直好想擺脫只係賣身材嘅標籤，佢並非學院派出身，所以成日走去跟唔同老師上堂進修演技，甚至上過廖啟智嘅戲劇班。佢嘅努力喺23年終於有回報，憑毒舌大狀正義女律師方家軍一角，演技得到全方位肯定，更獲提名金像獎最佳女配角，成功轉型做實力派。為咗今次夜王做武小姐，佢一樣落足苦功。開拍前同其他 EJ Girls 演員專登去尖東嘅夜總會上實戰課，認真學點同客人傾偈，甚至連隻手要擺喺邊先合適都有研究，準備功夫做到足。點知電影上映之後，觀眾入到戲院一睇，
點解佢嘅戲份比想象中少咁多？原來預告片同宣傳入面出現過嘅好幾幕重頭戲，竟然喺晶片入面離奇失蹤。當中包括一場佢住超低胸裙、大晒深邃事業線，然後親密咁坐喺歡哥大髀上面嘅野火鏡頭，仲有一場同阿 D 嘅激吻橋段，通通俾人剪清光。呢件事即刻辣興咗，一班網民紛紛為佢抱打不平，犧牲咁多都出唔到1分鐘鏡頭，甚至投訴佢由魔鬼級震撼淪為邊緣人。面對住網民嘅躁動，佢嘅應對方式顯出佢嘅大體同成熟。佢冇發脾氣，反而喺自己 IG 大方公開咗一輯絕密刪剪版嘅性感劇照，當係派福利安撫粉絲。佢仲引用咗廣東歌《心照一生》嘅歌詞，憑歌寄意，這刻已無價，誰說白過這年華。佢公開表示理解，導演要以大局為重，只要自己熱血揮灑過，就冇白費光陰。呢種咁得體嘅回應，反而令佢贏得更多觀眾嘅掌聲。至於大家都好關心嘅問題，嗰啲加長版嘅福利鏡頭究竟幾時先有得睇？導演同黃子華之前就講過，要以票房過億作為加長版嘅指標，所以各位兄弟想睇足本版煲煲，記得有加長版就要入場再睇多次。最後一位要講嘅，絕對係成個冬日夜總會嘅顏值天花板，飾演 Chilling 嘅譚勉萱。如果話葵芳負責搞笑，煲煲負責性感，咁 Chilling 就一定負責靚同埋串嘴。佢喺戲入面係一個媒王，係又猜唔係又猜，贏晒啲客，搞到老細都唔 happy。但偏偏佢個樣生得靚，令大批觀眾睇完戲都對佢留下深刻印象。今年只得25歲嘅譚勉萱，係一個隔咗多代嘅俄羅斯、加拿大同香港混血兒。呢個超級優良嘅基因，令佢擁有177厘米嘅模特兒身高，同埋極深邃嘅五官。一出道已經被網民封為港版朴敏英同零死角女神。當你望住佢而家 fit 到漏嘅身形，你絕對估唔到佢以前竟然係個肥妹仔。佢曾經大方公開自己嘅黑歷史，原來佢中學時期體重一度高達170磅，因為生得高又大份，俾同學瘋狂取笑，仲幫佢改咗個花名叫坦克。為咗搣甩呢個咁難聽嘅花名，佢決定發奮圖強，開始瘋狂打籃球同跳舞。不過減肥從來都唔係一帆風順，佢話自己曾經2度翻漲反彈，最辛苦嗰陣全靠佢嘅愛犬阿強每日陪住佢跑步，佢先可以咬實牙關撐過去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呢架坦克最終成功蛻變，仲因為波技了得而贏得籃球女神嘅稱號。早前佢甚至喺 IG 轉發自己當年嘅肥胖對比圖，好幽默咁話：人哋個雙下巴係假嘅，我係真嘅。事業方面，佢其實早喺中5嗰年已經俾星探發掘，但佢堅持要讀完書先入行。21年，佢因為做咗 Mirror 成員呂爵安伊先生連環不幸事件嘅 MV 女主角而爆紅，被封為2女郎。23年，佢仲踩過界，以新晉女團 Me&Chat 成員身份出道做歌手，可以話係全方位發展。今次夜王絕對係佢踏足影壇以嚟最受矚目嘅一次演出。講到感情生活，呢位女神都係完全冇偶像包袱。2023年底，佢俾人影到同導演男友 Christopher 喺 Clockenflap 音樂節十指緊扣睇 show， 佢冇遮冇掩，直接大方認愛。原來佢男朋友曾經執導過唔少廣告同 MV，Mandy 有份拍嘅一個快餐店廣告，正正就係由男朋友親自操刀。兩個人仲一齊飛去澳洲旅行，甜到漏。佢甚至透露過已經認定對方為結婚對象。不過近年因為事業越嚟越順利，佢先將感情事慢慢低調處理，由被嘲笑嘅坦克變成今日夜總會顏值天花板，由 MV 女主角變成賀歲片搶鏡配角。Mandy 用自己嘅努力證明咗靚女絕對唔止係得個殼。好啦，今集一口氣同大家拆解咗呢5位搶鏡配角嘅真實故事。主角固然係耀眼，但呢班喺鏡頭下默默發光嘅配角，都係令到夜王有咁好成績不可多得嘅功臣。夜王本港票房破億，絕對唔係夢。唔知你哋睇完夜王最深刻、最中意嘅係邊一位配角呢？係 MVP 葵芳、蔡慧琪，定係為咗子華神嚟香港嘅廖子妤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。如果你哋中意夜王同埋今集嘅內容，記得幫我歌 like share 俾朋友。當然最重要就係訂閱八卦嘅頻道。我係 Emily，
我哋下集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娛樂圈嘅故事。多謝晒收睇，拜拜。